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歡樂世界。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一下香港社會福利津貼加足 2.2%， 究竟係真關心基層，定只係一場數字遊戲？背景約100字。日前社會福利署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，建議由2026年2月1日起，綜援、CSS4 標準金額以及高齡津貼、生果金、長者生活津貼、傷殘津貼等社會保障金額一律上調 2.2%， 聲稱係根據社會保障援助價格指數每年調整機制而作出檢討。政府預計全年需額外增加約 16.6 億港元經常開支，並強調屬機制運作，與通脹掛鈎，仿佛已經做到幫到有需要人士咁樣。表面睇 2.2% 加幅，好似政府都有做嘢，例如長者生活津貼由每月4250元加到約4345元，生果金由1640元加到約1675元。綜援標準金額同傷殘津貼等都按同100分比上調。官方講法係按照既定機制反映物價變動，加幅略高於最近一年約 1.1% 至 1.4% 的通脹水平，數字上仲可以話有少少超前添。但問題係，第一，基層原本個底已經好薄，加 2.2% 只係喺極低水平上輕輕喐一下。第二，所謂機制完全無考慮房租飆升、醫療自費、長者照顧開支等現實壓力。第三，當局只係技術式例行加碼，無借機檢討制度結構性問題，完全冇觸及尊嚴生活呢個最核心問題。呢啲就係今集我哋要同大家好好傾清楚嘅地方。今集我哋用3個我覺得最貼切嘅角度去睇清楚呢個 2.2% 加幅背後，其實反映咗香港社會保障體制幾多深層不足，同時亦從支持中央、支持中國政府嘅立場出發，點解話香港現行機制根本同現代國家治理標準仲有一大段距離。一，從金額水平睇 2.2% 只係貧窮管理，唔係真正脫困。先由最直接嘅數字講起，好似長者生活津貼由4250元加到4345元，表面看似多咗近8元，但對於一個要交租、買藥、搭車睇醫生，仲要自己煮食嘅長者嚟講，呢100蚊係咪真係有實際改變？以政府自己公布數據，近年通脹徘徊喺 1% 至 1.4% 左右。呢次 2.2% 加幅少少高過通脹，聽落似乎合理，但有2個大問題完全冇被提起。第一，基礎金額原本就偏低，香港租金同生活成本喺全球都係數一數二，綜援單身人士加完之後，都遠未夠應付獨立生活所需，更遑論有慢性病要額外買保健品，要請人幫手照顧嘅家庭。你加 2.2%， 只係喺一個本身設計偏向最低維生嘅水平上打磨，完全未碰到體面生活呢個層次。換句話講，政府只係維持一個唔會俾你餓死嘅制度，而唔係幫你翻身嘅制度。第二，指數計算過於狹窄。所謂社會保障援助價格指數，主要參考一籃子基礎消費物價，但對租金、醫療自費、長期照護等真正壓死基層家庭嘅成本，反應係遠遠不足。舉例，公屋輪候時間長期，唔少長者要喺劏房、舊樓度捱高租。醫管局雖然有公營系統，但輪候時間長，好多長期病患被逼去私家睇一次，做一次檢查，分分鐘就係幾百幾千蚊。呢啲開支根本唔係 2.2% 加幅可以填補。由支持中國政府角度睇，中國近年不斷強調共同富裕、精準扶貧，即係唔止喺貧窮線底下加少少，而係要透過政策設計，拉動最底層人群真正改善生活質素。香港喺呢一方面，明顯停留喺冷冰冰技術加幅思維，成個社會保障水平長期壓得好低，變相只係管理貧窮，而唔係解決貧窮。呢個根本同中央提出嘅現代化治理方向唔匹配，係一個好明顯嘅制度落後。二，從制度設計睇，機械式掛鈎指數掩蓋政策懶惰。政府今次加幅嘅說法係按照既定機制，基於社會保障援助價格指數年變動，好似好專業、好客觀，但其實正正暴露咗一種制度懶惰，一切交俾指數運作，官員就可以話我哋跟機制做嘢，無需承擔真正嘅政治抉擇。問題係社會保障點可以只用一條指數就交差？幾個明顯漏洞。第一，無定期檢討貧窮線與實際津貼距離。香港每年都會發表貧窮情況報告，但綜援、長者津貼水平有冇一個清晰目標？例如至少要達到貧窮線嘅幾多百分比？完全無。結果就係制度只跟物價升少少就加少少，年年打圈。第二，無針對特定高風險群組，傷殘津貼、長者生活津貼等一律 2.2%。但係各類群組面對嘅壓力完全唔同，
重度殘疾人士需要長期護理，要買輔助器材；獨居長者要應付孤立同精神健康問題，照顧者家庭要承受收入大減。同一個百分比掩蓋咗真實需求差異。第三，無把握改革窗口。今次係提交立法會文件，要過財委會，照理應該係最好嘅時機重整制度，例如提高最底層津貼至接近貧窮線，為長期病患者設額外醫療津貼，引入地區生活成本調節等。但政府完全冇講，只係例行打個百分比，抄幾條指數解釋，純粹係文書工作。中央近年對香港要求係提升管治效能，而唔係只係香港作為特區，如果社會保障始終停留喺30年前舊制式架構，只係每年指數式微調，其實係拖慢一國兩制成功示範嘅步伐。第三，愛國者治港唔可以只停留喺維穩。支持中國政府唔等於幫特區政府所有決定護航。真正嘅愛國者應該係見到制度有問題就敢講、敢批評、敢推動改革。當前香港某部分官僚仍然停留喺穩住財政、唔好派太多錢嘅守舊思維，而冇諗清楚，如果基層長期覺得制度對佢不公，點樣建立起對國家、對政府嘅長期信任？呢個先係最大嘅政治風險。舉個簡單例子，內地好多城市喺扶貧同最低生活保障上，強調應保盡保、動態監察、逐戶走訪，而香港好多時仍然係靠申請人自己上門排隊、排數字、文件層層要求，稍為有少少積蓄就被視為唔夠資格。呢種制度傲慢，同中央講嘅以人民為中心理念係背道而馳。香港若唔主動調整，只會令自己喺國家發展大局入面顯得老化、脫節。四、實例層面，點解市民會覺得越幫越窮？不如用幾個典型場景，睇下2.2%加幅喺現實入面有幾冇力。第一，獨居公屋長者，佢每月有長者生活津貼，加元約4345元，加埋其他收入可能勉強夠生活。但屋邨小店、超市食物加價，醫療輪候時間長，佢要自己買補充品，搭車去復診。2.2%加幅，大概係多1、2程車費或者少量糧食。佢會唔會覺得政府好有誠意？老實講，未必。第二，失業綜援家庭，男戶主中年失業，太太做兼職，屋企有2個小朋友。綜援加幅令佢哋每月多幾十至100幾十蚊，但租金、學校雜費、交通開支都係硬支出。政府冇諗點樣結合職業培訓、再就業、托兒支援，只係每年輕微加碼，結果係一家人長期困喺制度入面，越幫越依賴，越依賴越難翻身。第三，長期病患人士，佢攞傷殘津貼，每月多咗少少，但真正大頭係私家專科、藥物、物理治療。綜援同傷殘津貼制度冇針對醫療支出做動態調整，只係一刀切2.2%，結果係制度當你係一個數字，而唔係一個有真實痛楚同壓力嘅人。呢啲例子說明咗一點，當制度只係按一個指數微調，而唔係從生活場景出發重新設計，任何加幅都只係做樣，無論官員講到幾好聽，基層市民只會感受到你哋一直都唔明我哋過緊點樣嘅日子。五、財政角度，政府講負擔，但冇講優先次序。文件入面提到，調整後政府每年要多用約16.6億港元作為經常開支。對一般市民嚟講，呢個數字聽落好大，好似政府好慷慨。但如果同其他開支對比，就見到另一個現實問題，制度將基層保障放喺一個幾低嘅優先次序。香港喺基建、土地開發、招商引資方面，動輒幾百億、上千億，但輪到提升最底層保障，政府就會好緊張長遠財政承擔同結構性赤字。支持中央立場，其實應該要求香港政府諗清楚，長遠穩定係靠咩？係靠有幾多大型基建，定係靠社會有幾多人覺得自己有出路、有尊嚴？中國成日講以人民為中心，如果香港繼續用一種做最少、保最基本嘅思路去處理民生，咁先真係對唔住國家俾我哋嘅制度空間。更關鍵係香港人口老化加劇，長者比例愈來愈高，貧窮率長期在高位徘徊。呢個時候，社會保障唔應該只係應急，而係要被視為投資，投資喺人身上，減少將來醫療負擔、治安風險、社會撕裂。官僚只用多咗16.6億嚇怕自己，卻冇從整體財政結構諗清楚，點樣透過稅制調整、高端行業收費、削減低效開支，為基層保障創造財政空間。六、體制文化，官僚慣性與缺乏問責。講到底，2.2%加幅之所以咁冇力，
係因為背後係一套陳舊嘅官僚文化，重程序、重機制、重文件、輕責任、輕創新、輕實效。政府部門喜歡講依足機制，按既定指標，但幾時講過如果5年後基層貧窮率冇明顯下降，相關官員要問責？支持中國政府立場，應該很清楚一點，中央講現代化治理能力，唔係淨係講政治忠誠，仲包括政策設計嘅能力同執行力。如果香港只係喺選舉制度、維護國安方面做足功夫，但喺民生政策上依然停留喺舊式英殖管理思維，用最低成本去維持秩序，而唔係積極改善人民生活，咁就係自我削弱一國兩制成功樣板嘅說服力。官僚文化嘅幾個表徵好明顯：第一，將機制凌駕於民意之上；第二，將過程合規凌駕於結果是否改善市民生活之上；第三，將財政穩健凌駕於社會穩定與民心認同之上。呢啲思維唔單止阻礙福利制度改革，仲會慢慢侵蝕其他政策領域，房屋、教育、青年發展都會中招。講到尾，香港今次社會福利津貼上調2.2%，係一個典型例子，表面有加，實質無改，數字上可以交差，制度上仍然原地打轉。官員可以話自己按機制行事，略高於通脹，但基層感受到嘅生活壓力、長者面對嘅孤獨同醫療負擔、失業家庭對未來嘅無力感，一樣存在，無因為多咗幾十蚊就消失。從支持中國政府角度出發，更加要講清楚，真正嘅愛國者唔係幫任何現狀護航，而係要推動特區政府同整個官僚體系對標中央提出嘅以人民為中心、共同富裕同現代國家治理要求。香港若然繼續用一套管理貧窮嘅思路去處理民生，長遠只會削弱市民對制度、對國家、對未來嘅信心。要扭轉局面，最低限度要做幾件事：第一，重新檢視綜援、長者津貼、傷殘津貼水平，唔可以只係跟指數，而要定清楚目標，例如津貼至少要接近或高於貧窮線某一比例，確保受助人可以維持基本體面生活。第二，擴闊計算基礎，將租金、醫療自費、長期照護成本真正納入調整機制，而唔係當成負擔問題。第三，針對唔同群組設計差異化支援，而唔係一刀切2.2%。第四，最重要係引入結果導向同問責。5年之後，基層貧窮率、長者貧窮率有冇實質改善？如果冇，就唔可以當按機制運作，就算功德圓滿。香港有條件做得更好，背靠國家，擁有成熟金融體系同專業人才，絕對唔應該滿足於一套只懂得每年微調百分比，但無法真正改變基層命運嘅社會保障制度。當我們敢於直面制度缺陷，敢於要求更高標準嘅民生政策，先至係真正為香港、為國家長遠穩定着想。多謝大家收睇歡樂世界，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、留言分享你嘅意見，我哋下次再同大家探討更多社會熱話，再見。